说到这里，我就说完了八种阶段了，希望也能说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所谓民主到底是在说什么啊？现在民主制基本上是个成年人全民不分种族性别都可以一人一票选出的代表的一个制度，是个授权代表制，因为根本没有古希腊的直接的 democracy 的，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现代民主的问题的话，也是指刚才前面那种授权代表制。所以今天想把这个所谓民主的历史论述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表现出来，希望打破一些很直线的这种观念啊，最后还集中在只说有全民自由普选代表制的现代民主制，就是不是你说我是民主制就我们就在谈，我这个先不谈，我们谈的就是全民包括男女，包括种族，只要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比如说现在来说是国家的公民，我们都可以自由的而且普选出他们心目中的代表。所以这只是说这个制度我们做一些内在的批评，从对这个制度做批评啊。我现在下面就要批评这个制度，基本上是3方面，一个就是这种代表制代表们的问题，这是第一种，就他们任期短是2年，长的是6年，没有指令给他们慢慢就不代表民意了，不代表他选他的人的意见，他们是所谓叫离地了啊。然后选民呢很反讽的，就是他们唯一执行他们做主的那一刻就是投票那一刻，之后就放弃做主了，只做一个主，就是选谁，之后他们就过问不了这个政治了。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选民就这样，选出来的人就很长时间可以做他自己的事。这些人呢，一般有人就批评上面会受权力的影响，有些受资本影响，有腐败的问题了。然后慢慢的形成另外一种观念，这些选民就觉得他们跟我们没关，他们是个权贵精英，他们是另外一个压迫我们的阶层了。现在整天说 deep state 深层政府，就是很多民众相信这群人已经是完全是阴谋要来害我们的，已经是到这个地步。这个是代表们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现代的党派政治的出现。那个在美国的开国的时候，这些开国元勋跟 Framer 这制宪者，他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党争的。华盛顿、Madison、潘恩、汉密尔顿、Jefferson 不同的立场的，都很反对党，他们希望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党派的国家的。他们最多说有派别，但是不想有党。但是现在的党争是这么厉害的时候，很多党派利益已经在所有的东西的前面了。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代表制的选民参与的问题了，就是参与性越来越低。在美国的总统选举，这次之前都是60%左右投票，但是他到中期，就是总统选举之后2年再改选众议院的时候，一般投票不到40%。这次总统选举算比较高，就到65%啊，就因为这次争论的很厉害。这个是很多民主国家的问题了，就是民众根本没兴趣参与，所以是代表制下的选民没兴趣。欧洲有一个叫 Eurobarometer 一直在评估这些信心啊等等的，发觉民众对政党、政府、议会、媒体4个最低的政党是3.9信任度，最高的媒体也只是4.3，就是没信心，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信心。那可能也是因为这选区太大，根本那个代表是不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所以完全没有
兴趣。但是这个最反讽的就是，当大家对这些制度没兴趣的时候，另外一些的调查发觉，大家对政治的兴趣更大了，是甚至出现狂热的程度。但是他们不希望通过这些制度来表达。这次美国选举又看到了，比如说香港选举也看到，都是兴趣大得不得了，但是可能对制度完全没兴趣。本来呢，政党轮替是可以纠错的，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但是也发觉有时候做不到。刚才说政党之争加深了他们的撕裂啊，尤其总统制，这么多人去投一个总统，4年去投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可能是之前是这个地方上的政客而已，很多总统都没有国际经验，没有中央经验的，因为某些魅力就选出来了。所以这些总统要挑逗这么大的议题的时候，全国议题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是煽动的很厉害，好像上次美国选举一样。多党制呢，是不是一定好的也不知道，因为多党制就要多党组成一个政府，因为没有一个党可以超过50%嘛。这边呢要大家组成，有时候组不成，比如说比利时1年半组不成一个党。组不成一个政府，就是多党没办法组成政府。总统制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现在看起来，因为欧洲的议会制就是议会谁是最多的就出来做总理，或许几个小党这大小党合起来超过一半就推一个总理出来，好像以色列这次这样，但是。美国是个总统制，总统制是直接向选民要求他们投票，总统制权很大，他可以跳过或否决议会，他的就算他选输了，他的退的时候的时间很长。这总统制也叫凯瑟主义的，也叫公投主义 （plebiscite）， 就是每次都是公投嘛，就是说总统就是，所以。这变得是一个卡利斯马领袖这种，都像可能会选民比较有兴奋点，但是这个两极化情况很严重，遇上了现在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的这个鼓动，这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就现在形成很对立跟撕裂的问题。第三个，一般来说最诟病的对这个。民主代表制也是，就是没有效率的问题，效率低的问题。有些另类的政府或威权政府就整天用这个来批评现代民主制。因为两党党政会都会减低效益，比如说他们会用所谓拉布啊，就是在议会里面不让议案通过啊，大家互相挡住大家。而另外一些政府就强调自己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确在现在民主制很多大的计划、长的期的计划、基础计划都很难实现，就是因为政治人物也没办法处理这么长期的结构问题了，所以这个是现在3个比较最大的诟病，就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不说直接democracy，因为没有，但是代表制，第一个就是代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选民的参与度的非常低的问题，第三就是这种制度可能本身的效率还不如他的一些竞争者。现在有很大的一个这样的说法，竞争者就某些专制可能更有效啊，这个是个确实的挑战啊，对现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全民自由普选授权代表制，加上配合这个制度的各种混合机制，我们一般叫自由民主宪政，这个制度，现在碰到的3方面的大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的，但比如说有些什么有人提议的改进方法。但是也可以谈第3种方案，其实就是3种方案。现在一个就是古希腊 democracy， 直接参政的，就所有人；
第二种就是代表制，刚才说了。第三种就是地经民主或城议式。城议式是不是能一个好的东西制度，我们可以就要讨论了。但是形态上的确是3种。从那个最早的这个定义就是让平民，就是平等的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参加自治，自由做主参加自治，这种民主，这叫民主。这就是民主之下，好像有这种3种形态，其他的不能算是民主制了。你说就在苏东坡以后，一直是民主是在进步的，甚至多了，民主国家多了，对吧？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就是这些年，从这阿拉伯之春以后，又开始有退步？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他本来问题都已经在了，刚刚说的代表制问题，他的代表不受信任，形成就是代表精英跟民粹的对立，他们的民众觉得以前有个说法就是选哪个党都无所谓，美国人都说过有这个说法，所以不太出来投票。现在当然紧张了一点，但是你看看美国还是投票的人不多，其实60%几而已。2年前香港的投票，这个区议会投票，就在香港社会动荡最厉害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政治化的时候，香港的投票也是其实破了所有记录，是最高的，但是其实没有这么高，因为香港700万人，和投票年龄的是500多万，登记的做选民，香港还要登记才能做选民的400多万。那次出来投票的是370多万，就是这已经登记的人都有这么多不出来投票，在最厉害的一个就最政治化的时刻，所以他就是很多人不出来投票的。比利时比较好，澳洲也是，他们有法律不出来投票是犯法的，所以但是比利时也有10%的人不出来投票的，每次就宁愿犯法都不出来投票。就是没有参与感，不想做这个事，就是投票而已啊，还不是参政啊，就是投票，还不是汤姆克拉西或者希腊人这样啊，都已经是这样。然后因为这个效率问题，比如说欧洲，东欧国家可能会因为有新移民，他们有族群的问题，他们就必须要用更严厉的手段，这些可能国内会引起争议的，但是这些强人出来就拿到选票，就可以用强硬手段了，而不是通过民主的以前的这种协商手段来做。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某些国家有点倒退的，东欧国家倒退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强人的出现，强政府的出现，然后到今天很多人根本觉得这个还不如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国家有些是现在已经民主化，有些没有啊，比如说中国，所以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大因素了啊，就是看到中国的崛起，就好像这个制度有比较了这样。就以前的比较就是苏联嘛，苏东坡一倒了，就很多国家就用西方的方法了。然后在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的起来，每个人都在自己同温层找到认同的族群，还不是在通过这个投票这个行为去表达，就表达了意见。刚刚说的，对政治的热情非常高，但对制度的参与的热情非常低，这个是很多地方发生的。那他对政治的热情就是体现在网络上的这种宣泄。对，所以他们也因为有外在的各种原因，从经济原因到族群原因，让或其他社会议题，比如说美国就有族群，比如说墨西哥人要不要给他们进来，这非洲裔的权利问题啊，然后社会问题，比如说
同性恋，或者比如说要不要合法，大麻要不要合法，很多这种社会议题，大家都很兴奋去讨论的。那你觉得这种代表制，也就是代议制的这种问题，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渐的修复的呢，还是说你觉得是可能是难以修复？往下走会怎么？我自己看到代议制哈，不离开这个授权代表制或代议制这个情况下，其实这10几20年提出最多方案的就是怎么去修复它。其中一个最有成效的叫协商民主这个概念，这个大概念。协商民主代议制就是一个选举民主嘛。协商民主呢是公民社会不用选举的，是怎么做呢？比如说要想推动女性地位上升，国家用抽签抽出1000人，做成一个公民大会，让他们去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对照专家的方案，然后交给全国公投。那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的公投呢，是往往有破坏性的。本来公投是可以跨越这个代表制的问题的，但公投的首先代价很大，第二就是如果没有协商就公投了，很会滥用。加州是可以公投，所以加州投过几个特别糟糕的，因为很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时候，突然有个方案就公投，比如说不交税的公投，可能就会通过的。所以加州有些东西是都很难做的，因为它公投过了，你要再去把它推翻，这是另外一个公投，每次都代价很大，因为中间没有经过讨论就公投了。比如说下个月有3个公投，我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投什么。这个台湾也是了，台湾是公职人员你不喜欢，你可以靠公投把它拉下来，门槛很高的，所以他一方面把高雄市长拉下来了，然后国民党马上把一个好像桃园的无党籍的亲民进党的议员拉下来，因为是一个小区的，你要全桃园的力量，国民党力量去打他。一般他的小区的人也不出来保护他的话，就给拉下来了。这2次之后，大家觉得哎呀太累了，这公投门槛虽然很高，但是是可以乱用来把当选的人打下来的。但是协商民主是不一样的，现在特别多例子是成功的。其实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名单，现在就先说一下，就是怎么去改进现在这种代表制啊，我们只说这一个代表制，不是说其他的。首先当然是完善普选啊，这1人1票这个准则，全民都要能确保全民都能选，保障这个选举的公正啊，不要有太多暧昧性，好像选举人票啊这些，不要为难这个投票者，跟不要设太多选民登记啊这种特别麻烦的东西。不要乱划设选区，比如说叫吉利龙园啊，就是比如说有2个选区，一个是红党的，一个红党跟蓝党差不多的，右边那个是蓝党一定赢，红党只是在某个区占小的一区而已。那红党呢，为了要赢这个差不多这个区呢，他就把选区划成。把这个红的小区就挖过来了，属于他这个左边这个社区，右边反正都输的，他左边他可能可以赢的，他就去人家的区把这个自己的人挖的算是他这个社区，左边的社区，那就起码可以左边可以赢了，右边反正都输了，理解吧？是这种叫吉利龙园，现在在美国的口吻，就是美国共和党开始用这一招，就是来增加他赢的区，放弃他稳输的，但是这些能赢的区里面的红区呢，故意挖到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所以最后好像个阿米巴虫一样的这个选区变得是随便乱挖嘛，大家挖别人的区嘛，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尽量让议会跟法院不能推翻
普选。现在美国制度还有这个问题，就是选举人票不能判断的时候，交给议会，交给他国会去，这些都是让另外一些人去否定普选嘛，等于说，然后有限制现金，政治现金就是的应该有限制，不然有些有钱人就可以买东西比较多。投票率可以通过法定，好像比利时这样，澳洲这样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个种就是怎么去改进这个代议制呢？就是怎么用协商、公投两个结合能改进那个代议制的首先是代表性，第二是参与性的。那不是取消这个代议制。这个很多做过，芬兰做过一个男女平等法案的时候，2021年才这样做，就是先做一个公民代表会议，抽签出来的，然后这个代表会议制定了这个草案，然后其他草案也可以同时存在，共投。因为这个1000人的会议或者500人会议，他们是代表所有人的，因为他是随机抽出来的，好像抽样调查这样出来，你就要好像做陪审团这样，有义务去参加这个事，要好好的讨论，经过几个礼拜讨论，你们出了方案，我们去投票。这个方案在芬兰做过，韩国做过，它能源政策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比较能服人啊，这服气啊，很多群众也参与也服气，增加了参与性。这个参与性是短期的，不像古希腊是长期要这样做，谁都太累。短期好像陪审团一样，一个短期的这个义务。蒙古最近修宪法也是先这样做，先让群众一个公民大会讨论。爱尔兰堕胎非刑事化，2018年99个国民抽签出来的，先把方案弄好。然后比利时也2019年也做过这个，法国2019年做了一个2个月的150万人的大辩论，然后抽的150个市民制定气候政策，提议给政府，然后这些都有点政府不能完全不理的，不是说随便找个委员会，香港也很多委员会，小委员会做一个政策是没用的，因为这些人不代表你，你没感觉他代表你。但是如果是大型的抽签出来的市民组成的，你觉得可能可以看一看。冰岛950个人选出起草宪宪法，这是市民加上众包技术 crowdsourcing 的技术一起制定这个新的宪法，然后比较专家宪法，然后通过3/2的公民投票通过了，增加了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上网权啊、自然资源的公有化，这些宪法写进去了，就是因为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众包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是很懂，他们都用crowdsourcing 这个技术来辅助，可能是选出来的人这怎么讨论啊，怎么再把某些概念爆出去，众包是应该爆出外面嘛这个呢，一方面他们不是选举，他们称为非选举的代表制，因为选举代表制引起很多毛病嘛。你要都要当选，你要就去到处拜访啊、承诺啊，做很多这种，其实现在是觉得有问题的，所以不选举是抽签。抽签不是常设的，因为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技术，如果常设的都要他们做是不行的。但是只是单一议题的时候抽签，他们代表性是高的，而且要相信一般人也有他们的智慧在里面。然后也增加了所谓直接参政的程度，就是两者兼备了，改善了一下这个以前的选举代表制的一些最大的缺点。